坐下吧。紫苏，帮我拿根针来。快看呐！好的，是啊。你们都围着我干嘛呀？快去干活吧。敌在暗，我在明，你的眼就看不见。木兰，你不怕那些人再对你下毒手吗？谢将军，为了和青图，我已经2次历经生死，现在我已经不在乎。五凤古人谈心衣花色变，你却还将心衣花穿在身上。谢将军，我故意这么做的，我就是要告诉五凤谷的乡亲们，心衣花并不可怕。我还要告诉那些人，无论心衣花上沾染了多少鲜血，我们还是要将和青图继续制造下去。你不怕激怒他们？我就是要激怒他们。如果他们再对我下手，那谢将军就有机会将他们拿下。你这是在拿你自己的性命冒险。谢将军，我现在双目失明，虽然可以练习盲之盲嗅，但我能为和青图做的已经非常有限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让自己变成靶子，让那些人对准我，也许反而可以保护更多的织女绣娘。你可以不拿自己的性命当回事，但我不能。谢将军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织女绣娘，我的性命算不了什么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，就只有和青图。我现在最担心的，也是和青图。黄铁矿失窃，思娘之死，你被暗算，这些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巧合，肯定有黑手蓄意破坏。而这只黑手看不见，但又似乎无处不在。直至现在，我也是毫无头绪。制造和亲图，只怕比预料中要凶险万分。谢将军，这只黑手之所以可怕，是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们。那为什么不让他们也看不到我们呢？木兰，你有什么建议？你知道，对于一个双目失明的人来说，什么时候最安全吗？这个我倒不知。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，
谢将军不是一直想计划一个引蛇出洞的计策吗？驾！驾！站住！站住！驾！抓住他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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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放开我！将军，这是从他们客房里搜出来的出关文书。全部都是丝绸。哦，是啊，将军，我们在中原卖了马，然后再贩点丝绸回去。我们高车人都是这样做生意的。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末将邵盾、野树还有你4个人。3月12呢，邵盾带了一车货回了高车。不久之后来了一个叫大纳的人，那个大纳和野树呢？哦，将军，我和末将还有邵盾是一个部族的。前年春天赛马的时候才认识了大纳和野树。邵盾老婆快生了，所以卖完马他就回去了。末将接了将军驯马的活，我们想回去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在这边挣点钱，然后再回去，所以这才留了下来。后来末将被你们给抓了，大纳和野树突然就不见了。将军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，可能是回家了吧。本来我也想回去，可我怕回去以后没法和末将的家人交代。哦，还有将军，我们做生意挣的钱都在末将那儿呢，所以我才留了下来。末将走的时候什么也没带。是啊，将军，他走的时候，这些换洗的衣服、水袋还有干粮都还丢在客栈。哦，将军，当时我们正在马场上驯马，本来说好的将最后几匹马驯完，我们收了钱就回高车了。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末将突然骑上马就跑了。将军，你说他是不是中邪了？他跑得如此匆忙，说明事出突然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只能说明这些新衣花是他所画。哦，将军，我们真的都是正正经经的生意人呢，将军。什么新衣花，什么杀人，我们真的都不知道啊，将军。你怎么把他给撕了？有病吧，这不是？内司大人远道而来，谢某未能远迎，还请恕罪。威远将军谢弃臣接旨。大魏皇帝诏曰：帝以人平天下，以孝感天地。太后寿诞在即，今令威远将军谢弃臣在五凤谷选拔顶尖秀女，随内司进宫，入上服局，为太后寿诞织造贺礼。钦此。臣接旨。
谢将军，太后寿诞时间紧迫，本官亲自前来，就是准备挑选绣娘一并回京，还望谢将军给予帮助。这，谢将军好像有点为难。内司大人应该知道，谢某在五凤谷督造和亲图，若要选拔顶尖秀女，只怕只有从和亲图的织造队伍中抽调人手了。谢某实在是担心影响和亲图的进程。和亲图乃天下大事，但太后寿诞乃是皇上的一片孝心，二者难分轻重。再说了，这五凤谷人才济济，抽调个把秀女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吧？谢某自当尽力而为。这菊花绣得真不错。这是贾云，现在和亲图由他来主持。难怪。请。这是茯苓，锦绣山庄就是他家的绣庄，也是五凤谷最大的一家。真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呢。这是谁绣的？这就是木兰绣的。木兰眼睛不便，在家休养，过几日也要来绣楼忙碌。我在宫里自负绣艺也是顶级，没想到跟这木兰一比，简直是云泥之判呢。好，内司大人过谦了。这腊梅呢？这是春绸的手笔。不错。这朵雪莲是谁绣的？紫苏，也是我们这里年龄最小的绣娘。怎么样？内司大人觉得紫苏更合适一些。可是，紫苏是和亲图的主力啊，一个可以顶俩。你要是把它调走了，这和亲图就没法织了。好了，贾云，这不是跟你商量，这是内司大人的命令。紫苏，看来内司大人选中你了。我不想去，我不想去，我舍不得我爹，我舍不得我娘。好了好了，你很快就回来了，没事啊。这太奇怪了。奇怪什么？皇上可以为了和亲图废除辛夷花的禁忌，竟然又为了太后的寿诞而调走了最得力的绣娘。这戏台上不都说了吗？这天下君王中有明君也有昏君呢。嘘，这种话别乱说。以后有时间别老往我这儿跑，多去关心一下和亲图吧。我天天都在织和亲图，最近进度越来越快了。如果有什么好消息，记住一定要尽快告诉我。我知道了。娘，我不想去。去了多照顾自己啊，知道吗？别让娘担心。你看我，这也算朝廷命官吧？这当了这么多年的官，皇上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。这天大的好事落在你们浣花院，你还哭成这样。哎，我们家紫苏长这么大，还没出过远门呢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时辰快到了，这要耽误了行程，那可是好事变坏事了。哎呀，行，娘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娘，走吧。别哭了啊，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啊。紫苏，莫兰姐，我一听到消息就立刻赶过来了，还好还能送上你一程。木兰姐，我不想走。
傻丫头，紫苏，这是好事啊！我放不下何青图。放心吧，我也可以回到绣楼去织绣了。织何青图的人手以后宽裕点。我爹我娘年龄大了，我担心他们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常来环花院，替你照看你爹你娘。荷兰姐，那我就拜托你了。别这样，紫苏，我们是好姐妹，这本就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快走吧，别给我们五凤谷的人丢脸。木兰姐，那我走了。走吧，走吧。启程。内司大人，咱们什么时候到啊？应该快了。谢谢华爷。骆医师好。好，罗医师。花爷，我来看看木兰啊，她在绣房呢，去吧。你听说末将的事了吗？听说了。缉拿布告上说，那一切的坏事都是他干的。我不相信。缉拿布告上还说，是末将派人毒瞎了你的眼睛。不是他，一定不是他，他们一定弄错了。你凭什么不相信谢将军的话呢？我觉得末将他不是坏人。他如果不是坏人，为什么要逃跑呢？这可能是另有隐情吧，比如说他家里突然有什么事，或者反正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。也许吧。好，我给你调制了药丸，虽然不能让你的眼睛复明，不过至少不会让它继续恶化。罗医师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那我告辞了。木兰。啊？有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什么事你就说吧，罗医师。你还记得吗？你和你爹必须用风雷石染黄来染黄丝，是因为你家的黄铁矿都被偷走了。而且镇上的黄铁矿也都被搜走了。这事我当然记得。我在末将伙伴的马鞍里发现了这个。这是什么呀？你还是去问花爷吧。侍卫长，多伦王子回来了。殿下，你回来了。爷叔，把验毒的解药给我。啊，你要解药做什么？别问了，快给我。是。殿下，丞相。多伦，你拿解药干什么？丞相，你把解药先给我，我以后再向你解释。你拿着解药为救花木兰。多伦，你可知我派你去五凤谷到底做什么？一是为了寻找西医花的线索，二是为了破坏和亲图。这两件事我派谁都能完成。我是希望你能借这两件事立下大功，将来继承汗位也才顺理成章。丞相，继承汗位，我从来就没想过。你虽然没想，可是我早就替你计划好了。从小我就教过你，
成大事者，必须具备什么素质？成大事者，不容小利，不拘小节，不以情伤，不谋于众。可是你在五凤谷竟为一个中原女子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延误时机。丞相，花木兰是制造和亲图的主持，大纳设计将其眼睛毒瞎，你竟然将大纳重罚遣回，而你回到柔然，既不去拜见大汗，也不向我复命，竟然径直来找野树要解药。丞相，有件事我怎么也不明白。你说，破坏和亲图到底有什么意义？只要半年之内和亲图交不出来，那就证实魏国对和平没有诚意，我们就可以以此向魏国宣战。丞相，武力征服只会带来魏国更加强烈的反抗，那就用铁蹄镇压。这样的征服到底有什么意义？魏国气候温润，山河壮丽，你竟然说毫无意义？如果每寸山河都要用刀剑以命相拼，那么再温润的气候也只怕是腥风血雨。只要我们征服了魏国，他们的财富都是我们的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和强盗还有什么区别呢？难道魏国就不是强盗吗？如果我们不灭掉他们，他们就会灭掉我们。丞相，据我所知，魏国人并不希望打仗，他们每个人都希望和平。哼，你是被那个中原女子蛊惑了。没有任何人蛊惑我，这是我亲眼所见，亲身所感。多伦，你的想法太危险。丞相，我们与魏国为何非要兵戎相见，而不能真正修好长久和平呢？哼，当魏国臣服于我们柔然之日，就是真正修好和平之时。丞相，你太狭隘了。多伦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柔然的王子。正因为我是柔然的王子，所以我才要重新思考你交给我的任务。这连年战乱，部族财物一日比一日空虚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其他人也许不知道，丞相，难道你还不知道吗？多伦，你不用再回五凤谷了，我另外派人接替你的任务。不，我一定要回去。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？我做事向来随心所欲，不听命于人。你别忘了，我可以扶持你登上汗位。我刚才也说过了，我对汗位向来不感兴趣。你竟然辜负了我这么多年对你的教导。丞相，你对我的教导，我一直感恩在心。但这一次，我相信我是对的。好，你长大了，自己有主意想飞了，拿去吧。谢丞相。别动！丞相，多伦，我是为你好啊。带下去。黄铁矿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是罗医师给我的。当时就是因为这个东西，差点要了我俩的命。爹，听说多伦回来了，他在哪儿啊？后院的上房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当然是去见他了。现在不能见他，我把他关起来了。你把他关起来了？是。为什么？多伦是一头猛虎，而且这猛虎身上还有许多野性，要想为我所用，一定要把他的野性去掉。你就为这个呀？嗯。那你就不怕老可汗拿你问罪吗？老可汗知道多伦荒唐，他授权我训导他。爹，这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我派他去魏国执行任务，本是为他积累功劳，这样将来继承汗位就会更加的顺理成章。但我听大纳说，他在中原竟然沉迷酒色。沉迷酒色？也没什么。大纳说，
他就是跟一个中原女子走得很近，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去了。爹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我得好好教训他一下。他现在还想再回去，那你说我该不该把他关起来？该。爹，这事儿还得怪你。我早让你把他叫回来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好了，出事了吧？你也别着急，我看多伦也是一时糊涂。草原上长大的男孩子，突然跑到中原的花花世界去，难免把持不住。我关他2天，再跟他好好谈谈，他自然就会清醒了。但愿吧。不过爹，我还是想去看看他。也好，你去吧，带上好酒好菜。带酒菜？我还想着怎么收拾他呢。傻女儿，你现在得把他的心哄回来。爹在这边打，你在那边拉，咱们父女俩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他很快就会清醒了嘛。爹说的有道理，谢谢爹。那我现在过去了。哎，何红啊，小心点儿，别让他跑了。放心吧，爹，我肯定不会让他跑了。多伦，何红，快摆上。好，你们都出去吧。是，小姐。何红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把我放了。我不放。瞧你那样，干嘛这么着急啊？先喝杯马奶酒吧，这可是我专门给你留的。来，我喂你。何红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，必须回五凤谷一趟，你快把我放了。不就是为那个魏国妖女吗？我就搞不明白了，那魏国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听说那些魏国女人都扭扭捏捏的，哪比得上我们柔然女子想爱就爱，想杀就杀，来得爽快。好，那你把我放了，我到五凤谷帮你带天下最好的丝绸回来。切，谁稀罕那玩意儿啊？我不要。那你到底要什么才会把我放了？我想要你的心，你给吗？好，你把我放了，我就给你。你这个骗子，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。来，我帮你切点肉吃。谁呀？野树，野树，解药呢？在这儿呢。干得好！只要殿下吩咐，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等我回来之后，我会好好赏赐你的。看着点。是。这。丢人的是，在我们草原上，喜欢我的姑娘可多了。你别过来！可这是在五凤谷。五凤谷又怎么样？五凤谷就不能喜欢你？你还说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你不许再胡乱说话。你告诉我是谁让你绣的新衣花，我就帮你找黄铁矿。墨江，这已经是你第3次问我新衣花的事了。是吗？我很奇怪，你为什么对新衣花那么感兴趣？因为我知道，你为了新衣花差点没命。
停。走啊！喂，啊！木匠，抓住他！上！是木匠，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罗昭，某将。你果然回来了，这是烟毒的解药，熬成水内服，木兰的眼睛或许还有救。这真的是解药？你不是医师吗？你可以检查。我很奇怪啊，满大街都在缉拿你，你杀了司娘，又让手下人暗杀木兰，现在竟然给木兰拿了解药。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拿到解药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不过我很想知道。先把木兰的眼睛治好再说吧。拿下！别动！小队过来！你干什么？退下！谢将军，我不会跑，我也不打算伤害任何人。这是木兰的解药，请你赶快叫人将木兰带过来，我就在这等着。等木兰服下解药，要打要杀，随便你们。真的是解药？应该是。李江，在。去把木兰带过来。是。小浅，哎。木兰姐，小浅，这段时间我的眼睛看不见，这些事就只有麻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木兰姐，你别这么说，其实这段时间我跟着你，还真是学了不少东西呢。我没教你什么呀。木兰姐，我还正想向你请教，你眼睛瞎了。没事儿，你接着说。对不起啊，木兰姐。但是你出针怎么还那么准呢？而且现在绣出来的花，甚至比以前眼睛好的时候还要漂亮。是吗？真的。就拿迎春花来说吧，你以前也绣过，我们也都见过。但是现在绣出的迎春花比以前的还要生动。兰芳说，我觉得木兰姐以前绣的迎春花就是一朵花，你只觉得好看。
而现在绣的迎春花，让你觉得那花在对着你微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以前看得见的时候，我太依赖自己的眼睛，所以就只能绣出我看得见的东西。现在我的眼睛看不见了，就只能去感觉，反而绣出了自己心里的感受。我明白了。你们在聊什么呢？依依，木兰姐在教我绣花的诀窍呢。哪有什么诀窍啊，也就是一点心得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啊，大家都收工了啊。福林，走了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娘，现在进度就我最慢，你就让我再绣一会儿嘛。哎呀，你不休息啊？人家小浅可要休息啊。这我倒疏忽了。小浅，咱们这就收工。没事的，木兰姐。小浅，收工了，回去吧。好的，依依，木兰姐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娘，我答应过紫苏要常去看她爹娘。行，我明天就陪你去啊。不用了，这绣楼哪离得开你啊？可是你的眼睛不方便呀。不用了，谢将军派人跟着我，不会有事的。木兰，谢将军请你跟我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天心堂。小心台阶。慢点。将军，木兰带到。谢将军，你找我？木兰，有人说给你带来了解药。谁啊？那我一定好好谢谢他。末将。末将在这儿。木兰，我在这里。末将带来的药，你愿意一试吗？木兰，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。好。解药在哪儿？在这里。还不赶快！小三子，哎，刘医师，快把这个拿去熬汤。啊，这怎么熬？我没熬过啊。添多少水？用什么火？我不是教过你吗？该怎么熬就怎么熬。等等。啊，在这里熬药。这儿怎么熬？又没炉火。站住！末将，你站着别动。你去跟着他。是。这位兵爷有劳，麻烦打点水吧。哦，行。哎，多谢。喂，你出来干什么？你怎么没看着他熬药？哦，我出来打水。去，回去看看。哎，谢谢兵爷。
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等木兰服了药，你就会知道我要干什么。如果木兰有事，我立刻取你人头。药好了。木兰，来，服药了。等等，小三子，你在药里加了什么东西吗？加了。加了什么？加水啊。我喝。如果药没什么问题，木兰再喝。哎，等等，你喝。谢将军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一个被缉拿的要犯拿的药，你不怀疑？我们天星堂在五凤谷可是金字招牌，你居然怀疑我们？罗医师，你别生气，我喝。木兰，既然他这个人有问题，那他的药可能更有问题，大家都别喝了。小三子，喝。谢将军，你不是怀疑小三子，你是怀疑我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喝。怎么样？还有什么话说？木兰，喝吧。木兰，来。木兰，感觉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现在还没什么感觉。怎么突然有股热气往眼睛里冲啊？眼睛好胀，好难受。我能看见光了，我能看见了，我能看见了，我能看见了，罗医师，罗医师，谢谢你！太好了，小三子，谢谢你！不用。谢将军，我现在可以随便你处置了。李江罗医师，你们继续照看木兰，其余人等随我回衙门。是。木兰，来。末将，为什么要畏罪潜逃？我本来无罪，何来畏罪潜逃一说？既然无罪，为何要逃跑？谢将军，我是为木兰寻找解药，情急之下才闯关而出的。之前请你帮忙寻找解药，你不是告诉我没有办法吗？怎么突然间又找到解药了？在高车
每个人的烟包制造大不相同。如果找不到烟包的主人，的确难以解毒。但后来我又想起，在高车有一些制毒高手，他们所制造的解药能解各种烟毒，所以我才立刻回到高车寻找这种解药。谁能证明你的话？天星堂的罗昭。传罗昭。是。你看，这是几根？1根。现在呢？3根。看来你的眼睛完全恢复了。是啊，跟以前一样。这个烟毒包没有伤到你眼睛的经络，只是暂时阻隔了它。解药打通了经络，你也就自然看得见了。那如果这药吃的再晚一点，还有效吗？阻隔的太久，经络受损严重，恐怕就没那么容易治愈了。哦，我给你的药你要继续吃，那就是来打通经络的。好。罗医师，我好想出去走走。好啊。跟白天一样。我能看见。我什么都能看见。木兰，你看见了什么？吴奎来了。我刚才还看见一只小老鼠刚从这边溜过去了。哎，罗医师，你看，真的是吴奎。木兰，你能夜视？罗医师，谢将军，请你去一趟。好的。见过谢将军。木兰的眼睛如何？已经治好了。末将说，高车有制毒高手，制出的解药所有烟毒通解。你是否听说过这种说法？在下的确听说过。那烟毒本是牧民驱散狼群之用，但有时也会误伤到人。被伤的人如果找不到原来放烟毒的人，就只能去求助那些解毒高手。那制毒高手又是干什么的？在下也不太清楚。制毒高手不仅高车有，中原也有。有人以制毒为生，有人以解毒为生，更有身兼二职的。其中万恶者，一边制毒危害众生，一边解毒谋取利益。你回去吧。在下告辞。你起来吧。多谢谢将军。看来你所说不假。谢将军，我说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木兰的眼睛复明了。这一点谢某很是感激。不过我一直有一个感觉，末将，你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。何以见得？商人唯利是图，但你却出手慷慨。我出手慷慨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，一样是唯利是图，不过眼光不一样。
你管了太多的闲事。这我承认。不过有些闲事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。你对木兰、对茯苓，都超出了一般的关切。哼，将军，你们中原人不是常说，这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这本就是人之常情，不是吗？末将，你骗不了我。将军，我真的是个很普通的商人，只是五凤谷里的人太不普通，发生的事情更不普通，所以我才干了很多不普通的事。就你所知，什么人会对木兰下手？那些不希望看到柔然与魏国和平相处的人。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至少我不是。我的确不知是该信你，还是不信你。你可以不信任我，可以把我关起来，甚至把我给杀了。但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希望你好好的保护木兰，别让她受到任何伤害。将军，我那个伙伴社伦，他是个老实的生意人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希望将军把他给放了，什么事情都由我顶着。你走吧。多谢谢将军。罗医师，这周，你总是这么早。哎，和青图绣的怎么样？非常顺利。真是个好消息啊。可是对某些人来说，就不是好消息了。哎，有子苏的消息吗？没有听说。真奇怪，他这一去一点消息都没有。你不是说深宫如海吗？我们家木兰的眼睛复明了，真是老天有眼啊！我一定要去庙里还愿。你觉不觉得云姨的声音越来越像思娘了？云姨，罗医师，木兰，木兰的眼睛复明，真是得好好谢谢你啊！不用谢我，我又没做什么。还有小三子，哎，小三子，云姨，小三子，木兰说是你亲自替她熬的药，我也得好好谢谢你。回头啊，我给你做件新衣裳啊。好。哎，傻小子，云姨要给你做衣服，还不赶紧谢谢云姨？哎，谢谢云姨。应该的。哎，对了，末将呢？末将他现在人在哪里呀？我和你爹也要好好谢谢他。我也不知道，应该还在衙门吧。谢将军说有事要找他说。他不在衙门了，他和社伦都被放出来了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末将他是个好人啊。是啊，吉拿布告上那些事都不是他做的，他已经解除协议了。好，云姨啊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准备吧。好。来，木兰，真的是末将帮你找到的解药。我就知道末将是个好人，不过他对你可真好。茯苓，你别把末将想得太简单了。我从第一次见到他，我就知道末将一定是个好人。这个末将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我也没搞清楚。虽然他把解药拿来了，不过我觉得他还是个靠不住的人。
展云，展云，嘿，哎呀，展云，陈县令，喜事啊！什么喜事啊？那紫苏进宫之后，皇上和太后娘娘看到他绣的东西，高兴的不得了啊！又听说我们治河津图十分顺利，皇上一高兴，赏给每位绣娘金顶针一个。真的，太好了！而你是主持绣娘，在金顶针之外再加金剪刀一把。谢将军带着东西在路上马上就到。哎，大家赶快下去接旨啊！走，快点，走。大魏皇帝诏曰：五凤谷绣娘紫苏奉旨入宫，绣艺精湛，为人平和，深得太后娘娘钟爱。而贾云等绣娘奉旨制造和亲图，夙夜操劳，颇有成就。今圣特赐主持绣娘贾云金顶针一枚，金剪刀一把，普通绣娘金顶针一枚，以资鼓励，钦此。谢皇上。贾云接赏。谢将军，陈县令，这把金剪刀本来应该是思娘所得，还是让福临来替他娘接赏吧。这段时间你的辛苦我们都看到了。我少睡点，多做一点，这不算什么。可是思娘她却为了和亲图付出了性命，所以这把金剪刀应该由思娘所得。好，就依你。福临，替思娘接下这把金剪刀。福临，你去接旨吧，思娘知道了一定很高兴的。福临，谢恩。谢将军，你来之前我已经数过，这一共是69朵。好，这时间才刚过了一半，但这和亲图已经完成了一大半。紫苏虽然走了，但是其他姑娘成长得很快，所以能提前2个月完工。好，真要能提前完成，我一定亲自为你们向皇上请功。那就谢谢谢将军。走吧，咱们就别在这儿碍手碍脚的了。谢将军请。谢将军，陈县令请。刚刚谢将军还说，如果可以如期完成的话，会亲自为我们请功的。哎，娘，那我今晚抽空把第70朵完成吧。不行，木兰，你的眼睛才刚好，不可以熬夜。这第70朵呀，让我来好了，正好我把那朵菊花也绣好。娘，这段时间你比谁都辛苦。既然我是主持，辛苦一点是应该的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姑娘们，今天到此为止，都回去歇着吧。春愁，带大家去吃饭吧。走吧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木兰，你怎么没走啊？娘，你今天做的对。什么？你把金剪刀让给了思娘。我在牢里想了很多事情，我想，如果我再也出不来了，那我就再也见不到你跟你爹了。我这心就好像碎成了1000片、10000片，那个痛真的让人活不下去。我明白了，在这个世上，名啊、利啊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的感情。所以一把金剪刀不算什么，只要我们完成了和亲图，再也不用打仗了，你爹不用上战场，那才是最重要的。娘，你说的真好。
娘也是醒悟的太晚了。如果我可以早点想明白，我就不会跟思娘吵这么多年了。如果可以早点跟她和好，那我们姐妹联手，一定可以绣出很多好东西。娘，你和思娘一起绣过什么吗？我在和思娘一起学艺的时候，曾经商量过要绣一幅并蒂莲，一人绣一朵，来见证我们的友情。可惜这并蒂莲一针没绣，我就跟他闹翻了。前阵子为了制造和亲图，我们俩好像又回到了从前。可是思娘她却……娘，你别难过了，你这个愿望，我和福林一定会实现的。娘就等着看你跟福林的作品。一定会有的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娘，我想去看看子苏的爹和娘。也好，替我跟子苏的爹娘问好啊。那你早点休息啊。等我把这朵菊花绣完了，就回去休息啊。早点回去吧。我都以为自己要完蛋了，可没想到谢启辰竟然放了我。木匠，我知道是你救了我，这救命之恩，社伦一定会报。哎，其实我也是为了要救木兰。你为什么要救他呢？为了柔然。可木兰不是柔然人。社伦，你先回柔然吧。为什么？最近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我看你回避一下比较好。那你呢？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还不能走。而且，我们要找的人，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。如果要走，也要带他一起走，也算给丞相一个交代。你已经找到辛夷花背后之人。社伦，我问你，如果有人明知道这烟毒出自柔然，却偏说是高车，你说他是什么居心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他不想让人知道是柔然人所做的。准确的说，是不想让谢启辰知道有柔然人在五凤谷里活动。对呀。那么我再问你，如果有人明知道我在撒谎，却还帮我圆谎，你说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自己人呢？自己人还算不上，但至少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。那么你说，到底是什么人跟我们一样，有着共同的利益？辛夷花背后之人。也许罗昭就是当初用辛夷花联系我们的人。什么声音？哎呀，不用担心，一定又是隔壁桑园的那几只野猫，成天就在墙上窜来窜去的。不会是什么人翻墙进来了吧？不能，隔壁桑园也有咱们的人守卫，没人能翻得过墙来。啊，好了好了。练姨，你
你扶柳树回去吧。柳树本来就病了，这要再着凉就更严重了。木兰，你可要常来啊！看见你就像看见我们的女儿一样。好，那我一定每天都来。令姨，你明天去天心堂请罗医师给柳树好好看看吧。好，没事儿，我这是老毛病了，让莲姨用以前的方子给我熬上几副药就好了，再养上一段就会没事了。那好吧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，随时来找我。谢谢你惦记着我们。那我先回去了。柳树、莲姨，你们也回去休息吧。好。恩呐，路上小心啊。慢点啊。哎，放心吧。回去休息吧。好。罗医师，罗医师，小三子，小三子！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流这么多血啊？啊，坚持住啊！来，罗医师，罗医师，罗医师！哇，罗医师，快拿药！这怎么弄的啊？流了这么多血，小三子，哎，快去煮补血汤。好。这么严重啊？这是怎么弄的？我在镇外遇到几个蒙面强盗，他们叫我交出身上所有的财物，我不肯，忍着点，就打了起来，然后就挨了一刀。你也太倒霉了吧！我在五凤谷住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强盗。五凤谷里杀人的事都有了，强盗算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忍着点。好，给你包扎好了。不过你失血过多，需要喝一碗补血汤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吧，我还有病人。谢谢你，罗医师。不客气。你在找什么？找我想找的东西。我知道你要找什么，肯定是这个。你不怕有毒？你是医师，怎么会毒害病人？难道你不是？我当然是。其实我要找的不是蜂胶玉丹丸，那是什么？我要找一朵很特别的辛夷花。辛夷花？请跟我来。这是你要找的辛夷花吗？是这朵吗？
这里这么多心仪花，有你要的那一朵吗？那朵心仪花既然独特，就不会轻易示人，它只属于有缘人。若你与之无缘，那就肯定找不到了。我明白了。蜂胶玉丹丸极其灵验，我想，明日你的伤口就可以愈合。明日？说不定明日我就已经回到草原上了。那也好。满街都是心仪花，我很奇怪，你为什么非要来我这儿找呢？你应该一直都知道，毒虾木兰眼睛的烟毒，还有解药，都是出自柔然吧？我想你一定不希望谢将军知道你的解药来自柔然吧？我想你也一定不希望谢将军知道你一直在撒谎吧？好，告辞了。对了，你左臂上的伤口是从你身体的右侧砍过来，斜拉一刀。我很好奇，怎么会有人用这么奇怪的方式来砍人呢？哎，当时呢，我都吓傻了，还真没看清楚他是怎么挥刀的，就挨了一刀，恐怕另有隐情吧？什么？以后别再干这种蠢事了。谢谢你的提醒。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怎么？哎呀，又死人了！真的假的呀？又死了？真的！哪儿死人？锦绣山庄。是谁死了？贾云。贾云呢？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！我们的和亲图还没修完呢。娘，你不能就这样走了。飞针，在你娘耳朵里找到的。我就知道，我娘摔下去之前就已经死了。凶手故意伪造高处摔死的假象，想扰乱我们的视线。但是我一看到你娘的尸体，我就想到了四娘，我怕走漏风声，于是将你娘的尸体运往临县，另外请了仵作来验伤，专验平时最容易忽略的地方。果然，在耳朵里面找到了这根飞针。杀死娘的人，杀了我娘。我已经去过老先生那里了，他的100根飞针都还在，那这一根只能是铁匠丢失的第2根样针。